好，那我们来谈我们第二个家庭。好，第二个家庭呢，其实他的父母之间跟小孩之间差距比较大。他就是补教的一个补习班的一个老板啊，叫吕正雄，跟他的太太陈勋琪，勋琪是钢琴老师。他们10年前曾经有个女儿已经过世了，那过世了之后呢，那么后来再生了这个女儿，所以这2个女儿就是他把第2个女儿小的女儿当第1个女儿养。甚至会不会是要把它生回来的那种？他就是要把它生回来，对，就是啊，我的女儿过世了，我不能接受，而且是公开的跟大家讲，我一定会把这小孩再生回来，也如愿了。但是这个小女孩叫小凯，小凯是我们剧中的一个外表非常的甜美，可是内心非常黑暗的一个小恶魔。但是我觉得她到了剧情的中后面之后，她真的有她非常悲伤的地方。那一个小孩，我在写这个戏，我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是，这小孩一直希望他的父母能够看到他是小凯，就是不是别人。那为什么会有爸爸妈妈他会把自己的小孩当另外一个，就是要生回来这些，他没有办法分辨这是2个小孩吗？其实我觉得在正雄跟勋琪这一对父母上，那这一对父母的关键字是否认，还有忙看不见，就是你说的看不见真正的小孩。他们失去第1个小孩子的悲痛，其实没有办法一起处理。好，那有很多夫妻是在失去小孩的这个悲痛之后，婚姻瓦解掉。其实他们夫妻的关系形同陌路，然后其中一个往外发展哈。其实这些都是很多人在无法处理创痛的时候一种逃避的方式。那么会想要说1个小孩没有了，我再把他生回来，然后在对待第2个小孩的时候，常常还会叫错名字，然后会让他全部都用前1个小孩的东西，然后完全听不到这个小孩真正的声音，看不到这个小孩真正的状态，他喜欢什么，想吃什么，他根本没有打开，所以他完全是以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我会说，当父母只看到自己，这个自己很大。我们可以用一种宗教上的说法，就是我执很强啊。他看到他的失落，他失去第1个小孩的失落，所以对他而言，他觉得世界上欠他1个小孩，这世界欠他1个小孩，他要拿回来。因此，小凯不是一个小凯，他不是个人，他是我欠缺的东西，一个回来补偿我的东西。所以爸爸妈妈看到，或者说特别是妈妈，她看到的是自己想要处理或者自己想要弥补的那个缺，所以他忙了，聋了，他听不到。他24小时就是直升机家长24小时的保护了这个小女孩，把所有的事情 pay attention 全部都在她身上。你看他把那小孩很可怜。你看你那时候设定的就是说，这个小孩其实他为什么会那么灵巧，然后那么聪明？我觉得我讲的那句话就是，他超知道怎么激怒他妈妈。对，他超知道怎么。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他的核心。他超知道怎么样让他妈妈恐慌，让他妈妈生气、换气过度，对，晕倒哈，然后就是担心，因为你刚刚说他内心有一个小恶魔的部分啊，我觉得很乖巧的他，冲不出姐姐的壳嘛。他姐姐就是那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完美的小天使，那么只好试试看当恶魔了。所以我很好，你如果看不见我，那我试试看使坏看看。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的小孩子是很无奈的状况下，会做出一些激怒大人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常会提醒父母说，小孩为什么要激怒你？你要稍微思考一下，他有什么需求。比如说，我们常常在一些社会的新闻上面看到有一些小孩，他会比如说打别的同学，霸凌，或者是偷东西，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不是也在显现这样的？如果很多很多，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会霸凌人的小孩，他的家庭背景，他们很多都是缺乏关爱的小孩，不是缺乏管教。大家都会误解说他们是缺乏管教，其实管教什么？管教是父母对小孩做的事情之一。管教跟关爱都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大家会认知说父母缺乏管教，其实我们就忘了讲父母缺乏给关爱。
那小凯他在这样的爸爸妈妈其实都看不见，他觉得爸爸妈妈都不认识他，都看不见他嘛。那么他也做了很多的使坏也好，做了很多心机的事情，但是渐渐的他发现了他的妈妈其实无论他怎么做都不会解决，那这小孩会朝什么方向走？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时候，会兴起一种焦虑跟悲观啦，哈，就是说，就像我们那时候在讲嘛，如果大人没有出路，小孩就没有退路了，哈，对。可是，我觉得常常让人家觉得很感动或是很敬佩的是，小孩子他有成长的能力，即便父母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父母自己的问题，即便父母一直都有功能缺失啊，哈，小孩有时候他也会找到自己的路。有很多人是像小凯这样长大的，对，那他会知道自己被当作另外一个小孩，对，他知道自己被当作另外一个小孩，但是他慢慢到一个阶段，他也会知道说，另外那个小孩毕竟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真正活出这一切希望跟活出这一切妈妈要的东西的人还是我。所以他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种自我的认同，可是这可能是他比较大以后的事情。我们有社会，我们不是只有家庭，我们还有社会，我们有学校，我们有社会，我们有外在的世界，然后他以后可能会有他的伴侣或他自己的人。所以他小时候妈妈看不到他，不见得他去学校人家看不到他，在学校人家不见得会把他跟他姐姐混在一起。或者说他更大一点，他慢慢脱离姐姐念过的学校，或者说超过了姐姐不在的那个年龄，他就不会再穿姐姐的衣服了。我想他会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很多他会很努力的要去追求一种自我的独特性，好，或是自我的一种突破，好，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如果能够解决，成长是最好；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要看小孩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福分。那我也再问一个题外话，假设小凯长大了，也都有一个独立的个性了，就他要结婚了，他妈妈会觉得这是一种失去吗？很多的妈妈会让这样子的女儿觉得结婚有罪恶感。对，就是我一辈子就是奉献给你，而你现在却要抛弃我。那其实说真的，私底下我们在咨询很多那种不婚的女性啊，哈，很多就是跟妈妈绑在一起，没有办法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事实啦，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剧里面，我们也呈现了这样子一个议题，也让大家去看看说，任何的母亲，你看，我们对照维尼，我们好像流露出一个讯息，是要多思考一下，担当母亲这个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好，不要只有就是顾那些外面那些光影啦，然后那些虚名，可是在这个小凯的家庭里面，这个角色可能又在问我们说，母亲要如何活出自我的成就感，不要把生命一切都押宝在你的女儿身上，因为你的女儿会走不开，她会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空间，她会背负太大的罪恶感。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跟演员聚会的时候，他们两位也有问到这个问题，我说维尼跟那个这个勋奇刚好是两个极端。而我们要在这里面慢慢的找到一个女性可以当母亲又可以当自我的中间的平衡点，但是剧组其实是故意拉出了这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没自我会对小孩什么影响，一个是太有自我对小孩会有什么影响。